随着台湾少子化以及人口老化问题，独居甲弱势长辈也日渐增加，所以每到过节时，也互因倍感孤单。华山基金会台南北区一站14天来持续陪伴关心者的长辈，并结合在地善心人士以及团体力量，让长辈得到较好的照顾。也拄好这礼拜就是母亲节，北区一站特别邀请群里艺术经济幼儿园的师生来陪伴长辈过节。为了这鼓吹小朋友的陪伴，也温暖了长辈的心。你今天教阿公阿嬷做什么？康满心，什么？康乃馨哦。阿公阿嬷厉不厉害？厉害。很久没有跟这些小朋友一起玩了。防疫。就防疫，血压都高起来了，飘高。台湾家庭形态的改变，独居且弱势的长辈日益增多。那长辈常在每年的节日会觉得很孤单。那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感恩茶会，刚好也是母亲节快要到了，那可以将幼稚园小朋友的活力以及欢乐感染给我们的长辈。火山基金会目前在全台协助约3万名的长辈，那非常欢迎大众加入我们的行列，跟我们一起爱老人。那每个月1250的捐款，那认助一位长辈，让跟华山基金会一起陪伴长辈。华山基金会在全台成立400个爱心天使站，服务将近3万名弱势长辈，免费提供关怀访视、陪同就医、物资发送、年济关怀等服务，以在地老化的服务理念，建立社区互助自助模式。基金会也欢迎北区在地有爱心的朋友，做伙加入关怀长辈行列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